一进门就注意到了匾额上遗忘的故乡，看得出业余的字迹是主人最真实的眷恋心情。你的眼光一直放在外面，很少会去想到说，其实你最想要做的，或者是说你最大的资源，都还是在你最熟悉的地方。说话轻轻柔柔的江美娟，刚开始可不知道得从台北移居花莲。凤梨山腰上的这间餐厅原本是片梅园，如今只剩几棵梅树。开创性格的丈夫简单几句话就说服太太开餐厅学做菜，都是从零开始嘛，就算跌倒也还是零啊，所以没有什么不能尝试。还真试出了勾人的美味。切得薄透的山苦瓜和梅粉拌在一起，是客人钟爱的凉拌菜。炉子里是这里的招牌梅子鸡，鸡肉里塞满大把咸梅，用炭慢慢烘烤。下面有个底盘嘛，那鸡它的那个汁会滴下去，到时候出来的时候就是淋在鸡身上面。那旁边都是用木炭烤。那木炭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大小火，就是要来熏，有时候要把火减掉一些。所以这样一只鸡要弄多久？一般来说1个半小时。梅子入菜其实是客家阿婆和公公婆婆传承的家常厨艺，难忘的滋味显然也落在更多人的心里。我先生会觉得说，这个鸡对他来讲可能也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一个连接吧。梅子鸡上桌，果真令人食指大动，外皮酥脆，鸡肉饱含汤汁，满桌佳肴让闻香而来的饕客络绎不绝。现在看到就是你们的招牌菜嘛，可这一桌真的好丰盛哦，很澎湃哦。偏菜翻你听听，老板娘太客气了，偏抽一番来听听，这家常菜而已吗？不止吧。落根在自己的家乡，男主人的梦想和实际透过美食连结了。很澎湃哦，偏抽一番来听听，很澎湃哦，偏抽一番来听听。